果园的老川茶数毛峰上架了。这批茶最大的特点就2条：第一个头春头采，第二个没有打任何农药，也没有用任何化肥。好，这个茶我已经帮你去鉴定了，来，花了2800多的鉴定费。啊，那么你说现在它符合有机茶标准，懂的朋友自然都懂。2两1包，你买1斤有5包，为啥子小包小包的？茶叶这样子放到冰箱冷藏室里嘛，才不容易变色、变味、串味嘛。拿回去，我这杯泡的5克，如果你想喝得浓的话，泡个8克、10克可以；喝得淡的话，泡个30克也行。这个茶泡出来清香浓郁，而且耐泡。像这个茶的话，早晨泡起，好，一般茶泡个30泡就没得味道了嘛。我们这个茶泡个5、6泡一样的巴适得板。我们这个茶就只一个缺点，这一批数量只有500多斤，卖完。